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個鼻好痕啊，成日流鼻水。小龍乖，係過敏性鼻炎咋，爺爺教你調理。首先按鼻通穴，鼻翼兩側，每次按10秒放鬆，每日3次。按落有少少酸，幾舒服噶。再按合谷穴，手腕虎口位，按到有酸脹感最有效。記低啦。咁食嘢有咩要注意？食療就簡單啦，生薑紅棗湯，驅寒又潤鼻。哇，聞起身好香，我要飲2碗。中醫講鼻炎係肺氣弱，風邪入鼻，按穴位食療就可以補肺驅邪。原來咁，中醫真係好神奇。神農爺爺，我個鼻唔痕啦，亦唔流鼻水啦。小龍堅持調理就會好嘅，中醫調理簡單又有效，鼻炎唔使怕。